国卫院顶日有公布上新的研究，讲这孤单会造成老大人郁卒。也毋过，若是用老大人熟悉的母语，甲因来对话，会当减轻孤单的感觉，对老大人的健康特真有帮助。新潮就有台语社团特别安排活动去到社区来陪这老大人讲台语，算古早佚佗物仔，互大家拢欢喜甲。趣味改编歌戏，互大凯时代看甲笑嗨嗨，也有充满回忆的古早味佚佗物仔，互大家体验动手做。过程中时代做伙讲台语，也烦恼讲即马真侪囡仔拢无晓会晓讲台语啊。足好个啊，反正因为那个啥，即马那个孙仔辈吼，都那个台语拢已经要断掉了，从我孙拢袂晓讲啊，我所以即马拢尽量教讲台语个啊。母语吼真重要啊！我想讲吼，这是咱虽然咧讲的这母语，这所以讲我看足多即马囡仔拢袂啥晓讲，所以若有这个机会，我拢鼓励讲，这咱伫厝诶爱讲家己的母语。鼓励时代人出来外口参与社区活动，甚至百合花台语绘本读册会，特别来到社区讲故事、搬歌戏、办趣味活动。讲故事互长者听，然后甚至设计一寡活动，互长者会当甲身躯动动的，然后互因回忆一寡古早时阵、细汉时阵的佚佗物仔，比如讲干乐啊、滴田莺啊、滴绳啊、一挂球啊，然后会当互因回忆遐佚佗物仔的广泛。国卫院顶日也公布上新的研究，发现孤单会造成老人感觉不足。语言理解是减轻孤单感的关键。国卫院也建议用时代熟悉的语言，像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，用母语甲时代讲话，会当增加时代的语言理解，也当减少时代孤单的感觉，对时代的健康真有帮助。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。